我好多年冇喺香港出書啦嚇，依家重出江湖出嘅一個書，正正係講江湖嘅書。不過呢個江湖咧就唔係黑社會，係講武林啊。如果你睇過王家衛一代宗師咧，其中梁朝偉啊，即係生得好似我嗰個啦嚇，有個對白嘅，叫做50年代之後，半個武林嚟咗香港。咁當時因為種種社會世界形勢嘅變動啦，喺中國大陸由南到北，好多武林中人、大師中嘅大師嚟到香港，有學生，大師之間亦會較勁比手過招，發生咗好多故事。而呢啲故事咧，距離你同我一啲都唔遠嘅，因為可能發生喺灣仔，譬如黃飛鴻嘅太太莫桂蘭就喺灣仔教拳嘅。或者一代君王趙翼喺油麻地果欄度教嚇，咁我哋知道嘅葉問更加唔使講啦，喺深水埗教拳。各種嘅武林江湖嘅故事咧，我都用我支新花妙筆寫咗喺呢本書入邊。仲有除咗我呢本書咧，呢其實係成套系列啊，有其他我嘅同事啦、師長啦嚇，都係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嘅老師啊，咁就各有精彩，希望大家捧場啦。